仲有冇嘢想講嘅？因為我而家想同你 channel 一下你哋共全部嘅嗰個信念嘅裏邊包含住有啲咩情感、感官同埋感知，有冇嘢想補充？有冇？冇。OK。好，第一點，當中剛才所講嘅呢一個狀況同埋身體嘅狀況裏邊，包含住嘅一個情感啦、感官同埋感知嘅信念係第一點。一直都冇辦法信任自己嘅我，嗰個冇辦法信任自己嘅我咧，係比較多喺蠟燭啦同埋力量嘅上邊。一直都感受到自己嘅我咧，嗰個力量係比較薄弱、比較輕微一啲嘅，即係比較意思輕微，即係話冇咁大嘅力量啦，冇咁大嘅蠟燭啦。嗰個蠟燭就係喺一群人裏邊咧，一直都感受唔到自己嘅嗰個位置係啲乜嘢，因此一直都好想有自己嘅力量，好想有自己嘅位置嘅嗰個狀態。第二點。一直都會感受自己，無論自己想要啲乜嘢，想做啲乜嘢，想有啲乜嘢咧，都係好難先至有。嗰種難咧係會覺得自己必須要進入去，好困難去到處理啦，好困難去到做啦，好困難去到迂迴曲折，或者要用一啲嘅力咧，先至會可以得到嘅一啲狀況喺當中。第三點。情感上一般都係比較空白啦、無力啦，冇辦法感知自己咧會好啦、會得啦、會夠嘅一啲空白同無力嘅狀況喺當中。第四點。一直都感覺唔到自己連結同埋滋養嘅狀況。嗰個連結同埋滋養嘅狀況嘅意思就係你一直都感唔到乜嘢叫連結呢？連結係一啲咩嚟嘅呢？即係例如就係話例如我想要有親密關係，呢個係一個連結嘅狀況，連結翻嚟嘅，要連翻嚟噶嘛。你另外一個人就感受唔到自己點樣連結呢一樣嘢，甚至可能我想要一個好嘅工作嘅發展，甚至係自己合乎自己心意嘅一個工作發展，呢個都係一個連結嘅狀況，就感受唔到自己點樣連結啦，甚至都唔知可以連結呢樣嘢嘅咩？可以要求可以讓自己連結翻嚟嘅咩嘅呢個連結嘅空白嘅狀況嘅一個無力啦、空白啦，滋養亦都係啦。係好懂得滋養自己嘅。咩叫滋養自己呢？就係你會覺得自己咧必須要辛苦完先至會得到一啲嘅嘢，嗰個就已經係唔係一個好滋養自己嘅狀況。當然啦，唔係話我坐喺度咩都唔做嘅嗰個反作用力啦，而係你會覺得你必須要辛苦咗先嘅，你必須要付出咗先嘅，你必須要做咗先嘅，先至會有嘅嗰個冇辦法感受到滋養嘅一個狀況。甚至你覺得有陣時用力咗、努力咗、辛苦咗，都係冇辦法有嘅一個冇辦法有滋養嘅狀態。OK 嚇。第五點，好相同地會有一個嘅狀況，就係一直都要好用，比較在意屋企人點樣睇自己，一直都好想喺屋企人面前去到證明自己。證明自己係做到嘅，證明自己係好嘅，證明自己係有價值嘅，證明自己係有力量嘅，證明自己係得嘅，證明自己係值得被信任、被連結嘅、被看見嘅。因此你哋都會有一個好習慣性地會好在意屋企人係咪見到自己，係咪在意自己，係咪認同自己嘅一個在意屋企人點樣睇自己嘅一個狀態。第六點，
第六點係都唔係好敢要自己想要嘅嘢。哇！呢個好強烈，我睇咗好耐，係啲咩嚟嘅咧？咁我睇咗好耐，我 channel 睇咗好耐，唔係好敢要，但係你明明係好想要，但係就係唔好敢要嘅一個狀態，都有呢個咁樣嘅狀態，好習慣性想要但係唔敢要，因此你會覺得自己唔係想要，但係明明係好想要，你聽明啊？係咪好對應到嘅？呢一個裏邊咧，再睇深啲咧，包含住嘅咧係你會好壓抑自己嘅嗰個價值啊！你哋好容易就會貶低自己咧，能夠要到嘅嗰個價值啊！唔知你聽唔聽得明我講呢個價值嘅意思？就係你會覺得自己想要咧，但係你會壓低自己咧。我都係冇呢一個價值，冇呢個能力要到㗎啦。我都係唔會係要到嘅嗰個。我都係唔會得到嘅嗰一個。聽唔聽得明呢一個？你哋係會好習慣性咁樣去到壓低、壓抑同埋貶低自己嘅嗰個價值同埋力量。因此你好習慣性就係想要嘅時候，你就同自己講唔係想要，甚至你會唔敢要嘅一個狀態喺當中。第七點。第七點有一個好強烈咁被否定嘅狀態，尤其喺族群裏邊、原生家庭嘅當中。呢個係因為你哋喺成長嘅過程嘅裏邊，一直都係好自己想要嘅嘢，必須要自己用力去爭取，唔係人哋能夠俾你嘅。你甚至提出都唔會有人俾得你嘅。你提出我想要咩？我想要呢粒糖，你都要自己去揾方法要到嗰粒糖嘅一個狀態，即係嗰個比喻啦，比喻。因此你由細個到大個，你想要啲咩都係會靠自己好努力咁去到爭取，好努力咁去到俾自己得到嘅嗰樣嘢。因此你哋整個嘅感官嘅感知就係我必須要係自己幫自己去得到我想要嘅一啲嘢，而一直都冇辦法去被族群或者原生家庭去幫助啦、去認同啦、去肯定嘅一個滋養嘅狀態當中。第八點。都有一個好強烈嘅一個狀況，就係唔能夠唔可以，好習慣性你哋 set 咗一個 target 目標或者想要，真係好想要喎！嗰種想要係我真係一定要到嘅時候，你係唔容許自己係唔可以嘅，好容易跌入呢一個唔可以嘅狀況。你諗下先，係咪好強烈啊？呢個力度好強烈啊！係你哋好習慣性咧，只要應承咗，係好強烈。你應承咗，你無論上司好、朋友好、乜嘢都好啦，你應承咗就會使命必達嘅人。你哋好難去話俾自己聽做唔到，使命做唔到嘅一個狀況。放過自己啦。OK， 好，9點。嘅媽媽嘅一個傳道嘅狀態，好做得嘅，而且嗰種做得咧係一定要做到嘅嗰種狀，都係喺嗰種嘅狀態嘅裏邊。因此你一直接收住嘅都係呢一個嘅狀態，呢一個嘅情感嘅狀態，都唔能夠容許自己咧有一啲唔夠好啦、唔夠得啦、唔夠啦、唔好嘅一啲狀態喺當中。因此你哋無論你幾辛苦好咧，你哋都會死俾佢嘅嗰個嘅狀態喺當中。而且我即刻見到嘅，你好辛苦死俾佢嘅嗰個狀態咧，你都唔會喺佢嘅面前表現出嚟話，我好辛苦啊，我好辛苦先做到俾你嘅。你係自己匿埋自己喊完出嚟就話OK， 我做到啦嘅嗰個自己，聽得明係咪？你有嗰個嘅別話俾人聽你做到嘅，但係你係背後匿埋喊又好，大嗌又好，崩潰又好，你都唔會話俾完成嗰個人聽你係好辛苦做到出嚟嘅。